奏，带来非常高难度的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协奏曲》。他带来这个协奏曲的片段呢，非常的脍炙人口。在这段跨越时空的爱情传说中，高音萨克斯风以纯净透亮的音色，诉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欢与深情。我们在此掌声有请严庆贤严教授为我们带来高音萨克斯风的演奏。再掌声有请陈荣生老师为我们带来指挥的协助。再次掌声有请陈荣生老师。梁祝协奏曲是由中国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正豪还有陈刚用粤剧的方式来编曲的梁山伯祝英台为基础的创奏协奏曲，我们拭目以待这一个非常精彩高难度的曲目。
精彩绝伦的梁祝高音萨克斯风演奏曲，也感谢陈文清老师以及黄继全老师的钢琴演奏。他的高音萨克斯风。